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8月2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南部的雨水落未休，高雄市公山路的阿莲乌来甲林武，各有台南的永康仁德新华家拢有所在咧饮水。全国共和国参议院议长一行人随要到台湾，疾病管制署的庄仁祥副署长也报领讲，防疫的工作已经传好了。交通部国民旅游的补助计用39亿，自本案算是挡到10月底，不过今仔是9月初就会用尽了。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阁有一个菲律宾的女性对台湾倒转去英国来，却验出致病，咱当也开始掌握甲调查和当事人较有直接的对象。另外，韩国因为病情搁咧严，当也就要对中介风险国家的名单刷出来。阁有明仔早起10点，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就会公开说明和中华关合作迄本甲民众验抗体研究报告了。我们在今天有一位菲律宾的30多岁的女性，她在8月25号，我们接到她透过 IHR 来跟我们通知说，有一个阳性的无症状的感染的个案，那相关的一些我们的相关的疫调也相关的在台湾的一些接触者，我们也开始做一些调查。因为近来韩国的疫情看起来新增的病例逐渐在增加，看起来是上升的一个趋势。那韩国本身也对于它境内的防疫相关的措施也都持续在紧缩中，所以看起来在未来的发展，会朝向比较一个渐趋比较多的病例的情况，所以我们就把韩国从中低风险国家移除。公开也希望说他们能够自己来公布。那毕竟一个研究或调查的结果，那还是由执行者本身来讲，才具有就是说整个的背景方法才能够清楚。另外，目前在家来检疫也是隔离的对象，未来出门就诊规定会更较严格。若已经有镜头，就一定要坐防疫的计程车。阁有去到8种公共场所，就要强制挂喙烟的办法，拢就要照中央政府的公告来进行。讲到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华县政府合作，针对县内1万人抽血验武汉肺炎的抗体，迄本实验中期的报告。早起台大陈秀熙教授是讲，报告目前已经写好，不过学术界贯穿咧进行的共图审查还未完成，总是公共卫生学院这边也会先以服务社会的角度赶紧发布。从6月份开始，台湾大学公卫学院甲中华县卫生局合作，针对确诊个案，以互长照人员、接触者等等进行万人血清抗体检测研究。原本定伫25要公布结果，却临时化动，引起各界讨论。再去参加研究的教授陈秀熙表示，共图审查确实是目前卡关上重要的关键。这个报告是研究报告，所以我们不会直接把报告送给指挥中心。这个报告基本上它在进行中，所以还没有完全完成最后我们所谓的万人同台审查。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有快速的同台审查，也可以有发表文章的同台审查。所以这个方式会有在学术界会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会用最快速的方式来达成这个任务。陈秀熙表示，伊认同指挥官陈时中讲到抗败可能会产生更较侪争议的讲法，伊嘛认为讲应该以上紧的时间来克服困难，以服务性的方式来对外公布结果，毋是干那要紧伫咧说学术氛围来讨论。若是指挥中心专家小组的咨询委员李炳英是讲，台大公卫学院真积极，是真学术性的机构，将完公布可能是考虑到实验的数字嘛，需要验证，袂当讲是抗败。我们现在看到的资讯就是说，我没有看到说他的那个 IRB 就是研究伦理的监督单位是哪一个？病人采检的过程中，这个交通有没有问题啊？这些检测的经费既然不是卫生局出的，那是谁出的？对不对？这个要去稍微厘清一下。就他的研究的过程中，是不是有瑕疵而已啦？李炳英认为讲，这份万人血清的报告对国内目前防疫政策是无影响，敢若是提起可能有个案闹交爱提关警觉，对流行病下系统嘛是有学术价值，绝对毋是白了工。记者综合报道。透西南风，南部的雨水是落袂离。来看自昨暗透暝开始，高雄市公山路的阿莲乌来甲仁武这地头拢有车路开始咧饮水，甚至公山区阁有几两板桥水下袂离。警方当下拢有去游封锁线，嘛提醒过路的民众都要注意安全。阁有陈其迈市长本地要上北的安排也已经取消，换去公山视察抽水站。
高雄26号半暝开始落大雨，雨主要是落伫北高雄的罗德、公山、阿莲、甲林木等所在，造成部分道路甲桥面透早因为淹水暂时封起来。水局透早总共接到8件淹水的通报，毋过好佳在目前并无水淹入去徛街的通报。冈山区加围桥、百兴桥等。因为路面它的桥面有积水，有暂时封闭。昆山西巷那边也有一个涵洞，也是积水，目前也是封闭当中。嘉兴里的新南巷的部分也是道路积水，目前的话在处理当中。透早通报淹水路段主要拢是伫雨较大的公山地区。本州工业区透早就有网友翕到上班的时间，民众开车还是骑汽车撩水的画面。因为二仁溪的水位它有达到2级警戒。那以往达到警戒的时候，我们都会先做一个封闭管制啊。除了公山区、阿莲区的中路桥甲30弄路，都有罗德区的太平路等所在，嘛有部分的路面甲磅空淹水的状况。为着民众的安全，目前拢互警方暂时封起来啊，嘛提醒用路人经过时爱特别注意。记者陈焕武、柯建准高雄报道。台南市这边嘛是大雨拼袂休，昨暗8点，水利局宣布开设第3级的灾害应变中心。自饭店改早起7点40，市区累积的雨水量已经达到168.5米米，永康、仁德、新华这的地头拢有发生积水的情形。总是拜五进前天气拢无通稳定，南部的民众也都要特别注意。伫咧台南，26半暝1点外，一直伫等雷公，过无偌久了后开始落雨。拄饭店累积到早起7点40分，已经接近170毫米，所以嘛造成永康地区仁德东正路、椰林路出现淹水的状况，嘛造成上班的人塞车，就连加油站嘛受到影响。昨天晚上就开始淹了，目前水淹多高啊？差不多最深50公分。来，我都来了。还有海浪啊！你看，已经淹第2次了。还有海浪啊！台南市水利局统计，过去8点钟，台南上大雨量伫咧仁德甲新化，仁德地区低时强降雨是要到75毫米，嘛造成一寡街区的地区淹水甲封路，包括中正路的基美实业附近、仁德保安火车头附近的潭水地下道，淹水的深度是要到3米悬。外水的那个三元溪的水门，它因为它外水太高了，所以说会压住那个水门，所以说水抽不出去啊。那当然，这目前的状况，我们也会有经通报那个警察局来协助这个道路的一些封闭啊，避免人车的一些误入的一个状况。嘛，因为真侪所在淹水，造成网友去台南市长黄伟綽面前问讲是安怎无休困。针对这件代志，黄伟綽嘛做出回应。那我们也会依据中央的规定，如果降雨超过300毫米，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的话，造成这个上下班困扰的话，我们会适时的这个发布消息。台南市水利局表示，到早起8点30分，总计积水淹水的通报案件有18位，除了仁德有部分地区淹水以外，其他的地区早起8点左右大部分都已经退啊。若是根据气象资料显示，今仔日开始到拜五进前，天气共款无稳定，提醒市民朋友爱提关注意，两者仍然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那么来甲观众朋友报告讲，今年度电视金钟奖入围的名单单发布，成立一档的公视台语台表现真醒目，全家有智慧这个节目入围一致甲实景节目奖，阁有节目新创奖。无事坐巴士这个节目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画山画水画玲珑这个节目嘛入围综艺节目奖。可见咱台语台节目毋但观众喜意，制作的品质也得到专家肯定。难怪来讲，切克共和国参议院的议长一家人8月30就要来到台湾，过2日就会去访问立法院。早起疾病管制署的曾仁祥副署长嘛报领讲，提防病毒烧话，工课已经做甲真集中了。大保护物件、正防护衫、消毒人员装备真甲正潮，向立法院大门附近喷消毒水。每年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访问团伫9月初1到立法院参访时阵的消毒作业。捷克团这边来的人真多，防疫措施真受注意。疾管署副署长庄仁祥替立法院背书，讲伫迄天除了全庭挂水岸，甲外宾会遵守社交距离，连便所拢是代接分流。他们的动线还有哪些参访点，还有甚至连厕所的安排啊，我们都有做很详细、很缜密的一个规划了。要在哪一个厕所，那个厕所还要有人去站岗哦，那还不能让别人用。立法院讲。
9月初一将会有包括韦德奇议长等35位捷克的外宾，加几60间捷克的媒体来访。伫立法院正门口会放体温、酒精消毒，沿路到智联翕相的所在。正边是捷克访问团，倒边是立法院议长尤锡坤加议长夫人。议场内面包括电梯、会客室、出入的门，拢是台湾一边、捷克一边。我们在喷完了以后，我们会在室内用在室内来做紫光杀菌，杀菌完了以后，我们再做最后一道的擦拭。立法院讲，韦德奇议长将会伫咧立法院发表45分钟的演讲，因尾下会去参观立法院，停留时间差不多2点半钟。捷克访问团经过路线，甲机场内面拢会喷消毒水，使用过的物件也拢用紫外线灭菌，也搁用酒精切过，用3道消毒程序来确保卫生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内政部计划要甲国民现部咧用的身份证换作数位式，电脑会当感应的新形体。但嘛公告未来收费标准的草案，倒若旧换新，也是头一摆领身份证的国民，拢总免费办理。啊，毋过别日咱若搁碰见要补办，费用就要扣到900，比到目前这200块是有差一倍。但嘛引起外界咧关心甲探望。内政部原本规划10月份换发所谓身份证，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延后施停。顶一日已过户政规划收费标准修正草案，补领身份证的费用会为即马200块起到900块，引起外界的批评。针对这点，内政部长徐国勇早起参加活动的时阵，强调民众头一届领所谓身份证是免费换发的。因为毕竟那个就是4倍，所以民众蛮关心说那个200块。好了，我现在在讲换身份证不要钱，我就这么一句话就好了。好。内政部进一步说明，所谓身份证采用相关安全标准制作，卡本身甲晶片、防伪造的功能比健保卡、一般金融卡、信用卡还佫较强。目前规划包括用旧的国民身份证换所谓身份证，还佫有第一届领所谓身份证，拢是免费换发。若若未来已经有领所谓身份证，但要换证，考虑到会采用晶片 IC 卡，相关的成本会提悬，换证的费用是300块。若是拍无去要申请补证，还就要考虑到治安风险的控管，慎重来查证，因为安尼补领的费用才会起到900块。它的卡体跟它的晶片本身都有防伪的功能哈，所以我们的成本将近就是要300块钱左右了。那这个遗失补发中间还有涵盖一些个人的因素或者是一些不法的风险。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妥善的保管。内政部强调讲，草案还佫伫咧预告期，民众会当提供意见或者是修正建议。若针对纸本的身份证，敢是要缀咧办理，起补换领的费用，内政部否认，表示讲，要是会依次换领50块，补领200块的计数。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讲完，咱来看交通部。国内解除民众汇集的封锁令了后，交通部观光局嘛推出国民旅游的补助，计共39亿的预算。自本案算是会当到10月底，不过等到大只小算，今日是9到9月初就会查空未尽。但旅行工会全国联合会嘛出面订正讲，这条补助过来若不接入，恐惊旅游业实在就会愈歹支持咯。后面岛公园的听岛南，大家翕相留纪念。国路大爆发，连非假日拢有团客。观光局自7月开始推出的安心旅游补助，39亿的预算，才2个月就已经用掉36亿，剩3亿，结果是经到9月初，已经发挥效果、恢复活力的。那预算用尽后，是不是还要加码？还是把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钱，花在刀口应该花在刀口上？如果没有办法在预算上加码。好，那就原来的补助做调整，也是一个选项。有多少的经费，我们一定会全力来这个筹措。交通部讲，即马全力甲行政院伫咧争取预算，因国行政院定调预算就要开伫咧重要的所在，所以请观光局模拟各种可能的情形。若是行政院同意搁再加钱，估计就要搁再开34亿，才能互补助经到10月底。因若行政院无答应，交通部只个人盘点纾困预算内面会当成同行的部分，刷16亿，严格补助也都可能会求水，才能执行到10月底。第三种的方案就是原有的预算用完就结束补助，严格旅行业可能会受到正大的冲击。我已经接到客人，我要善后，我要怎么善后？第二个，我在还没有完成交易的这种团体之下，我要如何去跟客人解释？各地方的旅游工会伫早期发联合声明，向中央陈情，业者配合安心旅游政策出团，
团费拢已经先答互游客。若是最后补助无啊，将会提前出现失业潮加倒闭潮，希望会当争取补助加码，互业者卖倒贴。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际上要紧的消息，昨中国国防部指出讲，美国军方一只 U-2 级型的高空侦察机，竟然飞入去解放军北部战区演习禁飞的范围内底。莫非这是公开伫咧掠事端？敢唔惊因一时判断失觉差，错手引起意外呢？但咱国的军事学者嘛分析讲，美国派出这款高空的侦察机，就是咧表示已经传好要备战，中国确实就要谨慎。中国解放军最近一直有演习，自是开始伫咧北海、南海、东海到黄海4大海域做大型的实弹演训。中国国防部25指出，有一架美军 U-2 高空侦察机走入去解放军北部战区实弹演习禁飞区活动。针对这点，中国是坚持反对，而且已经甲美国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吴谦批评讲，这就是现要起诉的行为，严重干扰中方正常演训活动。严重违反中美海空安全行为准则及相关国际惯例，极易引发误解、误判，甚至造成海空意外事件，是赤裸裸的挑衅行为。U-2侦察机是洛克希德公司研发的一个侦察机，外号叫做高粱夫人。1956年使用到今，是美国空军一种单座单发动机的高空侦察机。不过，美军是安怎无使用无人侦察机来收集情报？颠倒是使用几架去互中国拍落来的机型，学者分析，可能是要考验北京战略的定义。战场侦察机的密集，而且全军种到齐。这个美国已经在做反制中共威胁这个讯号，而且已经是完整的准备的一个状况。我想就是中共要谨慎以对的。美中军事拼场是真紧张，而且印度主流大报一向是较倚中国的《斯坦时报》25伫咧言论版刊题目合作是安怎国际社会甲联合国需要挖进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签名的这个专栏，文中强调讲，加做世界民主模范之一，而且成功控制疫情的台湾，一直防排除伫咧联合国体系之外，是无公平而且有歧视性。不过，这嘛互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真不满，要求印度媒体爱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唔通替台独势力提供发声的平台，而且批评民进党当局甲台独分裂的势力，想要利用疫情来独立。记者综合报道。关心香港的局势来讲，早起香港警方出动，去掠立法会内底民主党2个议员林德定和柯志芳，罪名讲是因去牵涉着去年光复屯门公园这场游行的动乱。昨中国外交部的王毅部长人嘛去到欧洲意大利咧访问，但香港政治这党创党的主席罗冠聪嘛对咧去到意大利外交部门口抗议，望争取国际来支持。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道廷的 FB 日透早6点外发布消息，讲伫咧出来，互警方以造谋他人、危害财物、妨碍司法公正等3项罪名逮捕。警方指控林道廷参加去年7日1暴动，抑有光复屯门的游行。另外一位立法会议员柯志芳也被逮捕，总共有10几个人被抓。为香港人继续发声，流亡海外前香港政治创党主席罗冠聪、25加意大利国会议员最近提表赴赶伫咧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尤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进程，希望迪马尤公开表态支持香港。We urge the Foreign Minister Damio to address Hong Kong problems and the human rights violation to China during their dialogue, because this is important that we're not only we're expressing our opinion from the Parliament, but also from the governments. We need to stick to a strong point of view. 就伫罗冠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意大利外交部内边也开始两国外长的会面，讨论伫咧意大利推出新世代5G 的技术。这拄是中美关系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拄离开欧洲，王毅就来防止美国建立联合抗中的跨大西洋联合战线。不过罗冠聪警告讲，华为等中国企业会对西方造成威胁。李马友也伫咧会后记者会回应罗冠聪的诉求。Quanto riguarda la questione di Hong Kong, ho ribadito che insieme a tutti i nostri partner europei abbiamo sottolineato come la stabilità e la prosperità. 当然，我们也本着互不干涉的精神，就香港事务简要的交换了意见。我告诉外长先生，中国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弥补香港多年来没有
安全法律的漏洞。王家在会面结束了后，也在罗马会见加拿大外交部长尚片辉，也再度要求加拿大随释放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不过，尚片辉并无正面回应。王家在欧洲8天会访问5个国家，在第一站意大利了后，随即会去荷兰、挪威、法国加德国，在9月7日登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下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目前染到武汉肺炎的人数已经超过2350万，有80几万人不幸死亡。加在讲，大多数的国家患者新增加的速度拢开始有咧降，不过单数有几层中国感染的病例发生。比利时这国的专家嘛讲，未来武汉肺炎惊是会亲像流行性感冒同款，病毒一再咧变种。在传出香港有一个查甫人在4个半月内2遍感染新冠病毒了。荷兰和比利时也传出同款的个案。Dat is wat nu gezien is. Dus echt een virus wat echt zo ver afwijkt dat het niet hetzelfde kan zijn. 在荷兰2遍感染病毒的是免疫力较歹、年纪较大的一位女性。因那比利时的患者是在3月时阵第一遍感染，然后了摕来这个少数的抗体，6个过去挖掉，而且2遍的感染病毒株拢无同。学者认为，这代表患者身躯内面的抗体无法度抵抗小可较无同的变种的病毒，才会第2遍感染，也警告已经可能的流感化。 From other studies, we know that the mutation rate of coronaviruses is less than of the influenza virus, but it's there. I mean, that's what they do every day. Viruses mutate, and that means that a potential vaccine is not going to be a vaccine that will last forever or even for 10 years, probably not even 5 years. Just as for flu, this will have to be redesigned quite regularly. 在亚洲和欧洲拢传出丢又搁丢的消息，真侪民众惊讲疫苗的作用。在25世界卫生组织想要化解外界疑虑，讲第2遍感染的情形真罕见。 So we've had anecdotal reports every now and then of people who've tested negative then tested positive, and it hasn't been clear up until this case whether that was simply a problem with testing or whether people were getting infected a second time.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字，疫情发生以来已经超过2330万人感染，上严重的地区依然是美洲，占1250万位。不过疫情传的速度已经稍可较降低。全世界除了东南亚加地中海的东华以外，新增加病例数拢一直减少，其中28%新增加的病例，也有15%的死亡病例，拢出现伫东南亚。印度上多，25已经连续7天，一天的确诊数拢超过6万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今日宣布讲，小儿麻痹已经连续4天唔捌搁伫非洲发生过，这确实是全世界拍拼几60年公共卫生进展重要的一脚步。因为自从1996年开始推动断绝小儿麻痹的工作到今，已经真顺势阻挡超过180万的幼囡仔染病，嘛解救上无有18万人的性命了。 就伫全世界继续伫对抗新冠病毒疫情的时阵，公卫界传来重大消息：非洲过去4年以来无发现小儿麻痹新的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野生猪的小儿麻痹病毒伫咧非洲正式无啊，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嘛是全球公卫重要的里程碑。This is the second virus to be eradicated from our continent after the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40 years ago. For me personally, this is an incredible and emotional day as I stand in my late father's footprints. He was a Southern Africa member of the Global Commission that certified smallpox eradication. 世卫表示，1996年以来，全球公卫界拍拼消除小儿麻痹症，已经防止180万的囡仔致病，而且嘛救18万人的性命。Un grand message, c'est de dire aux familles que l'éradication de la poliomyélite ne signifie pas qu'on ne cesse de vacciner les enfants. 即马非洲47国95%的人口已经治疗免疫，目前全世界也是会到发现小儿麻痹病例的国家是阿富汗甲巴基斯坦，今年总共有87例。伫咧发现小儿麻痹疫苗进程，全世界拢有病例。1950年代疫苗出来了后，对亚洲甲非洲真侪产者国家来讲，疫苗真贵，根本就免想。1988年，世卫顶顶的国际组织发起全球消除小儿麻痹运动的时阵，全世界超有35万的病例，敢若非洲就超过7万例。
小儿麻痹病毒对5岁以下囡仔威胁上大，会侵蚀神经系统，若是感染就无法度治疗好，而且有可能引起半衰，毋过会当透过疫苗来预防。非洲上下尾一个小儿麻痹病例是2016年伫咧奈及利亚发现，迄当阵圣政府主反对注疫苗，讲这是对穆斯林祭政的阴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卫生福利部当伫咧研究讲，未上4岁幼囡仔父母若家己骗，津贴会对目前的2500起来到5000块。若是送去准公共化的幼儿园，互人骗，补助也会有悬到7000。不过，当有民间团体甲学者分析讲，两项政策才2000，父母若规气家己要要，惊会去冲突着政府要提高幼囡仔送去幼儿园的比例，这项政策哦。为着鼓励民众生囡仔，减轻饲囡仔的负担，为出世到2岁囡仔伫厝家己顾，大个月通领2500块的津贴；若是送公立托儿所，也是准公托机构，大个月通领6000的补助。不过，卫福部当咧建议，饲囡仔的津贴大个月增加到5000块，托育补助大个月到7000块。我们都听到家长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事实上同样都是未满2岁的孩子，可是政府给的补助是不一致的哈。对于他们来讲，他觉得孩子有不等值的一个观念哈。社会及家庭署评估，领津贴和补助的家庭是无同的对象，所得差异是互家长选择。针对这点，前台中市社会局长、中正大学社会福利学系教授卢建德是认为讲，公托无够才会家己顾，社家署的讲法是颠倒病。托育政策催生联盟是强调讲，若是津贴和补助干那差2000块。托育公共化会产生竞争。你要发放育儿津贴可以，但是呢，你除非你的整个公托的比例，你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比例。没有服务的话，你给钱，一切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保姆因为比较没有违规记录，准公共化比较有高几率是优质的保姆。也就是说，准公共化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补更多钱，而是创造一个管理更严格的体系。几内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托育公共化是透过补助来管理私立托儿所。若是饲囡仔津贴加额，家长无一定会送去签约的园所，恐惊互机制破功，两个目标会互相冲击，恐惊互蔡总统的政策跳票，呼吁社家署爱好下思考。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顶礼拜三公布金钟奖入围名单发布的记者会，评审团的主任委员罗小云伫咧宣布倒一寡原住民节目有入围的时阵，竟然激出喊话的声，佮问大家讲，恁原住民敢当画这型的咧？当有规大阵原住民族的青年嘛出来表示讲，罗小云分明就是咧藐视原住民，就要亲身出面回实的才是。财产法人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哎，你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叫是吧？啊。19本届公布金钟奖的评审会主委罗小云公布入围名单，讲到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参赛节目的时阵，发出叫的声音。有原民青年真受气的表示，罗小云这种轻视目的的态度已经达到歧视的程度。他不是只有因为吼吼吼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而是他后面还说，你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叫？我觉得那个你们就反而会有一种就是他就是觉得他。原住民就是应该是这样子，他是评审，然后又是这种心态的话，我想象中原住民如果是吼吼吼那样子的话，那永远都没有符合他想象的那种电台啊。争议发生了后，金钟奖的人面册被奖也去互网友留真侪批评的话。小编伫咧其中一篇大文下骹回应，罗小云绝对无这种无尊重原住民的意思，而且感觉真失礼。毋过原住民族青年电线认为讲，这款的举动真无诚意。伫咧花莲毛阿美族人强调讲，文化部针对这个事件回应，无应该单单是3两句就甲准过。对于这件事情，文化部应该更责无旁贷的要去更告诉所有的社会大众，而不是轻描淡写的去认为说这个不是评为恶意的。这是那种我没有那个意思，可是这种感觉会让人家更讨厌。就是明明可以很简单解决的，就是罗小云出面好好的道歉。就算罗小云买手，佮透过文化部以文字的声明来表达抱歉，文化部嘛透过声明强调讲，针对记者会争议感觉真遗憾，而且向所有原住民族来表达诚恳的抱歉。毋过原民青年认为讲，罗小云也是有必要爱亲身出面回实的，而且说明互清楚。来看伫2016年电影《大尾落马》第2集内底，嘛捌伫咧影片当中，甲原住民当作是笑话，引起歧视的争议。原民青年迄当阵要向制作团队来举银纸抗议，要求回实的。就算讲迄当阵导演表示无意思要冒犯，毋过对原住民来讲也是潜在的歧视。若是这款的气氛佮激动，到今也是共款无消息。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中部一则消息，昨下晡中华新港的海边有大阵的消防和海巡人员出动抢年船落水，就是要救援掉伫咧海底一对母仔囝。县府的消防局昨嘛提醒讲，新港遮若咧海场水会大成淹过，互民众入去捡蚵仔佚佗的沙坡，这大家拢较无咧斟酌。目前已经有些告示，望去海边养伤的民众，都要较注意咧。海巡人员出动着抢年船，马上来救援，因为海坡中有一对母仔囝受困。海巡人员顺利找到这对母仔囝，甲因救上岸。3岁10甫囡仔非常的惊吓，25号下昼35岁姓洪的女子，带着后生去中华新港海边来耍水，骑着乌托邦到詹家村出海口附近的采科岛，移避了海坡地，无水的海水涨起来，发现时阵要登去保岸边的路，已经去海水淹过啊。在海中受困，那我们立刻出动船艇前往救援，大概花了半小时之后，顺利将母子救上岸。这是今年暑假第一件民众受困新港海坡地的事件。过去这个水域常常有钓鱼仔的人，或者是游客受困出海口，主要是当地地形非常的特殊，海水涨的甚至会先淹过采科岛，但民众发现的时阵已经无法度脱身。因为我们深港的潮间带长度大概3-4公里，那中间有一条采科道，有的人会开车下去戏水。海水会从左右边进来，然后你在中间戏水的时候，你并不会发现说已经涨潮了，所以这个是特别危险。中华县消防局指出，过去常常有民众受困在海坡地意外事件，这几年消防单位配合着海巡人员，透过警示牌、甲海水涨起来进前的驱离，已经让案件发生减少到个位数。但是民众耍水还阁是要注意周边的环境，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华盈公司股东的自救会，又搁去到总统府头前的广场抗议，主要就是要请求蔡英文总统，就要替23万华盈的小股东主持公道，嘛望监察院就要去追究主管机关敢有失职。自救会这边嘛表示讲，明年会搁去控告大同公司的林过文严董事长和董事会证人，犯背信罪，搬空华盈公司的资产。郭文彦，请小英做主。200多位老阿公老阿嬷伫大地头骹扭着抗议布条，伫总统府头前的南广场抗议。这位91岁股东讲，大同的董事长林过文件恶意掏空华盈，予伊100多万的退休金投资华盈的股票，怎么全部拢变做变纸？翁仔某2个人怎么是靠补助金伫咧过日子？总共有9万4千股，到最后卖也卖不掉了，就是等于这个丢到水里面啊！那他们都是大骗子。华盈自救会执行长孙金清讲，这边抗议是第8遍，自地方抗议到中央，总算引起司法单位的注意。不过，司法的诉讼拖真久，华盈议员伫咧月底通过决议。连列母公司大同的910亿负债，等于是所有股东每一人拢派150万的债，华盈的资产恐惊互人减卖。在7月31号时候，他在做假决议，我们要告蔡江龙、林郭以及这个财务单位一干人犯，再次的背信跟诈欺。救救我！总统府的抗议结束了。小股东引起北门邮局发动一人一批竞逼总统府的行动，希望用假电竞配方式，请总统蔡英文替因主持公道，所去英国去监察院定情。陈局院长主持公道。对华盈自救会指控，到目前华盈甲大同并无做回应，不过针对有媒体报道华盈钱去中国。债留伫咧台湾，华盈公司发声明告回应，讲这是不实的指控，强调电脑是伫大陆有这个借款，钱摕转来台湾，系台湾的银行的借款，并且增加营运资金。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近来云林县北含土库、水南、斗六遮的地头，拢有工厂也是仓库发生火烧，尤其是大铁厝这款造作要拍火，就真晦气。但县府也开始调查各事业单位防灾安全的设施，尤其是针对未登记迄442间工厂，限2年的时间开放申请列管，时间呢同款无通达到公共安全的标准，就要断水断电咯。这个月22号半暝2点外，云林斗六就位铁东仓库发生火警。因为看到苍蝇包装用品，火势真大，阁产生浓烟。消防人员出动大批人力和消防车前往灌救，1点外钟才拍火。但近期半个月来，云林县总共发生4件铁东仓库火警，造成3个死亡，2个受伤。
最近发生这些火灾，我们要采取不定期的联合稽查。那甚至有一些违规工厂或是未登记的这些工厂我们希望你要依照整个这个工业管理辅导法来确保你是不是纳管的。有官表示，原来事业单位总共23000外间，劳动人口36万人，为着要确保工课环境安全，将无定时联合稽查工厂，对违规也是无登记的工厂，依法辅导申请纳管，并要求各工厂平时就需要做好防范。我们呢一直在增加我们水性的比例我们水性的比例呢超过在50%强调的都是要保障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我相信他对我们这样的要求，隔壁也是。文管府建设处表示，去年统计，关南未登记的工厂总共533间。官府今年3月19号启动辅导纳管的机制，到目前还未登记的工厂各有442间，拢需要在2年期限内申請納管。若期限到還未符合納管的標準，將斷水斷電，確保勞工安全。記者為您報道。咱話來講，新德縣海邊的新月沙埔，因為水流攏會甲海沙拖對就近的漁港迄邊面去。但沙埔這頭地方的頭人嘛真煩惱講，別日行的規片沙埔地攏會流甲空去，甚至無定佫會影響對風風林後壁飼烏魚這魚塭的產業。也望中央和地方政府會當趕緊設法鬥改善這款情形。嘛就將這片美麗的沙埔，就是新德縣竹北市有名的景點新月沙埔，受到海岸侵蝕，沙埔流失速度嚴重。6年來，沙埔已經為後壁退了差不多80至100公尺，民眾煩惱，擱安尼落去，恐驚沙埔無久了就會完全消失。南寮那邊港口一直做出去，這邊沙一定會一直流失啊。沙灘以前是怎麼樣的？離海岸線500公尺啊。現在超沒有幾步就到了。竹北市長表示，受到附近漁港脫堤效應以及海流改變影響，讓新月沙埔的沙不斷流失。市公所按說要配合中央編預算，讓沙埔盡早恢復原本的狀況。竹北就是很重要，必須把這個新興沙灘的這個沙留住，然後才能保持我們每一年辦的新沙灘海洋音樂嘉年華會的這些活動，才能夠繼續來辦理。那目前現場的部分呢，大概防風林已經破口了，那個只要再不處理，那個可能整個水都會進到物養殖區裡面去，所以是相當嚴重。目前計劃包括海岸保護、沙埔保育，希望會使海岸吸收問題減緩，讓民眾假日袂使加一個佚佗的好所在。記者張君豪新竹報道。咱過來講，日本和台灣兩國的農林水產互相是真有咧流通，總是因為武漢肺炎的緣故，近來商品的出口攏減袂少。早起日本台灣交流協會的代表就望咱的政府，會當經過開放，牽連到核能發電意外事件，福島迄5縣市的日本食品進口。總是農委會也表示講，目前的法律是照進前公民投票的結果落去行。因為福島現在地處4科維亞輻射污染，日本福島自成5個縣市的食品，到2011年開始無法度輸入台灣。早起伫個第日農漁產品交流論壇頂懸，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閣一解呼籲台灣改革，強調講自從2013年開始檢測食品的放射性，合格率是要到99.99%，而且嘛提出研究報告指出。若是台灣人民逐工食食品有10%是拄福島5個縣來的，但年相關敢若會增加0.015個核硒粉，比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所建議的，唔通超過1核硒粉來講是加真濟。超標的食品不會在市場流通，也不會出口。因此希望以科學證據早日解決人口關係。農委會主委陳吉中回應講，因為前年公投過關，同意政府維持禁止開放日本所在地區的農產品甲食品進口，到今年11月20日進前，2年以來攏袂當違反公投的結果。但是未來若是會當堅持4個原則，無的確會當克服障礙。我想只要這個4個原則來處理很多我們認為未來的可能的這些障礙，應該都可以來一一的克服。作為陳吉中的4個原則，包括確保食品安全、產業界無受到衝擊，還佫愛有科學證據，而且是遵照國際規範。伊嘛強調講，台灣的進口甲出口的金額佔 GDP 的140%，經貿對台灣來講是真重要的。記者綜合報道。
咱再来讲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为着要宣传水底历史文化资产保护的议题，当下伫咧绿岛办营队开课，佮带学员畅水落去看二次世界大战迄时，直接沉伫咧绿岛外海下底美国乌佛总统号游轮，嘛望这站历史的过程，通互愈侪人会当来了解详细。 1937年12月二次大战期间，一只美国乌佛总统号游轮自日本的神户开往马尼拉半路，伫绿岛公馆外海，因为天气不好，弄到大礁船破空。迄当阵船顶有800多位游客甲船员，绿岛的居民协助因落船净化。不过迄当阵美国甲日本关系紧张，双方拢派军舰监视保护，而且传讲游轮顶有金库甲重要配件，最后美军甲重要物品甲人员载走。 乌佛总统号游轮交予日本拆除，游轮发生代志，水下可能也有一寡文物，水珠强烈做重要的水下文化资产保护场域，也设立国内第一座水下位列告示牌。24到27，委托淡江大学海下科技中心办创水人员文化资产保护教育营，提供水下文化资产保护的观念。 这个可以说是封存在海底的有关人类活动的一个时光胶囊。通过大概2天的课之后，知道说台湾的法律其实是保护我们的水下的文化财的。对我们在未来潜水跟台湾的保护这些水域的相关的运动，应该有非常好的提升。 老金员讲，这种培训课程对国内拄则起步的水下考古加水下文化资产保护正重要。 未来也让甲水下观光结合，让更加侪人了解台湾水下的文化资产，并且保护。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文化资产，桃园市内古迹甲历史建筑算起来，拢总有111位。市府的文化局嘛真拍拼咧推动文化观光，因为安尼先对历史建筑的保存甲活化，才是真正有作用。你像历史建筑复原的建设预算，就对3当前6000几万，已经摇起来到今年3亿外了。 伫咧桃园市区的这7个文顶，演过是日本时代警察的宿舍，盘远真侪年，经过改造活化了后，美丽的日本式建筑，唔但变做一个真情的景点，嘛充满艺文的风气，甲好食的料理。这一直是我们的镇店之宝，就是在日治时期，当房子盖好以后，它会在一个最高处立一个碑文，把它的纪念全部写在上面。 根据文化局的资料，桃园的古迹甲历史建筑，拢总有111个所在。除了日本式的宿舍，还佫有贯村建筑、原住民历史设施、军事设施、传统客家厝甲庙等等。文化局真积极伫咧推动历史建筑的活化，希望甲这个点串联起来，推动文化观光。 古迹历建的修复绝对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人不能活在没有记忆跟没有历史的一个空间里头，所以任何一个城市的一个城市空间一定要有过去，当然也要有未来。文化局表示，中央政策各部会拢是文化部，地方各局处拢是文化局。桃园针对历史建筑的修复预算，为107年6700万，108年2亿2000万，到今年欠关到3亿3000万。 过程会考虑到无共建筑原本的历史背景，加做活化利用的方向甲定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医疗的新消息，帕金森的症头是中老年人较常发生的一款神经退化的病症。虽然较严重的患者会当用深部脑刺激的设施落去治疗，不过诊疗电嘛较会产生副作用。但交通大学和南口中科病院合作，新研究出一款晶片，会当换针对病人的情形，对症落去放电治疗。按算年尾就通开始人体试验了。 动作真慢，骹手皮皮喘，这是帕金森氏症接看的情形。这种神经退化的疾病，演过大部分是用药啊，或者是深部脑刺激的治疗方式。咱若交通大学甲南口中间的下冷气团队研发一款微型的精针系统单晶片，会当互深部脑刺激的治疗更加精准。 脑袋里面相对位置的这个电波的大小，然后透过一些侦测的类比电路的侦测，把它放大之后，经过一些运算去找到这个频带。你有症状，我再给你做电刺激；你如果没症状，我就保持监控。那我可以呢不用呢3不5时就一直在使用电能，好，那又可以控制病人达到稳定的状态。 这套新的系统甲传统深部脑刺激无共款，传统的方式是甲电极放入去脑内底，用高频率的电刺激来治疗，不过伊是持续性的电刺激。 是真了电，而且还佫有副作用。因若这款智慧型闭回路深部的脑刺激，会当照无共患者临床的症状、生理信号来驱动电刺激，互因无共款的电刺激治疗效率佫较悬，而且副作用较少，用电量嘛较低。
这些声部的局部场电位，它里面隐藏了很多跟帕金森不同症状重要的一些资讯哈，所以我们经有运算的结果，我们可以找出一些特别的生物标记，比如说跟颤抖有关系的生物标记，那跟动作缓慢有关系的生物标记，以及跟病人步态不稳、走路不好有关系的生物标记。伫科技部推动脑科技发展的相关计划当中，这套系统单晶片组件新的治疗方式，已经伫咧进行迷你D的实验，按算年底会申请人体临床的试验，希望会当替帕金森氏症的治疗带来新的希望。记者综合报道。过去人称台湾第一才子的文学家吕赫玉，日本时代就真出名。谁知影讲身长命短，伫咧白色恐怖的六骨事件，不幸来牺牲性命。昨也是吕赫玉的生日期，伊的囝儿就甲苦心藏起来滚60档，老爸在生亲笔字的日记文，拢总捐予台湾文学馆，永远收藏甲保存。台湾作家李翕录的日记，对家属的手头交予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已经保管70档的手稿日记。家属愿意捐出来，文学馆真感谢。那以亲情甲这个物件来讲起来吼，这个物件应该较重要，所以我就决定讲。要甲这个物件捐予迄个文学馆。观测活动的现场，李翕录的5位后生甲查某囝拢来参加。拄好8月25号，这天是因爸爸的生日记。这本日记是伊唯一留落来也未出版的作品，因为其他已经全部带入途中。甲无是册啦，拢惊留迄个册会出代志，无代定。我甲阮大兄弟，我都要会记。台山我甲破嘴。李翕录是台湾日本时代重要的作家，伊留落来侪文学音乐的创作。不过，伊为着理想加入地下组织，最后伫个陆区基地受难。迄当阵，伊才36岁。这本用日文写的日记，是伊对昭和17年，也就是1942年开始记录伫个东京的生活，嘛为个人的心情甲文学思想的变化。伫个日记内面写真济物件伫个内面，甲包括伊跟别人的交陪，甲其他文学家、音乐家，所以即个日记内面记真济重要的代志，而且佫一个手稿，手稿是独一无二的，无第二件。其实家属进前嘛捌捐出李翕录的结婚相片等等的文物，伫个文学馆收好保存，嘛已经提供日记的影印原稿，予台湾文学馆出版。即届家属进一步把日记捐予文学馆，予民众有机会会使亲目看到文学家的手笔。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咱来讲，12年国民教育的新课纲去年才实施，后甲本土语文列作国小必修，国中、高中选修，结果有真侪囡仔伫咧国小学6档的台湾话，到国中台语嘛是袂练转，因为到国中的时都无逐间学校有开课，台语教育煞出现断站了。学生比手势，自然念出台语8个声调，这是台南海淀国中老师替这班7年的学生复习声调，替8月份台语真正考试准备。不过学生感觉上趣味的是刷落来分组搬戏。伊咧搬的是课本内底的文章，学生透过搬戏运用生活当中的台语。讲华语现话，来点来。多谢老师坏你。目前台南市的国中台语是单程的课程，不过大多数的学校是用社团的方式，让学生来选修。海淀国中是少数，全学校7个年级，一礼拜拢有一节课。我就是感觉你就是爱互囡仔有信心，互囡仔感觉讲，我就算讲了无偌好，不过有接连我喙就会练转啊嘛，所以因就会接讲。迄当阵感觉台语做无聊，也无啥物意思。国中老师较趣味，我讲话较认真，阮母也伫甲我笑讲，你变较遐认真，我要安怎笑你。学生拢讲家己的台语有进步，学校甲老师为着要鼓励学生，逐年拢会带队报名台语认证，团体报名的人数称赞是全国第一。今年海淀国中报名的人数是369个人，佫创下新纪录。阮有足侪项比赛，包括戏剧的比赛，包括小小解说员的比赛，当然阮拢会互相斗帮战啦，互相斗帮战。所以伫阮学校内底，应该讲起来是
整个的这个气氛，吼，都有重视。王秀卿老师认为讲，台南教育局只重视母语，嘛会举办真侪比赛，毋过嘛爱校长有共款的理念，才会当互台语成做学校的特色。海淀国中只是特殊的案例，伫高雄嘛，敢若有少数的国中，甲台语纳入去单成的课程。阴汤还是食迄个肉羹的时阵，伊拢会放伫咧内底，但是有一寡人无啥敢爱食，这是一种菜，盐水。这是光华国中台语社，学生咧算你讲我摇，若摇着的人爱用台语造句，其实这是社团这学期的考试。阿公阿妈拢会讲台语，然后因拢讲阮大汉就无会讲啊，会袂记哩。光华国中台语社一礼拜2节课，因为名额有限，敢若有天地一志愿的才会当参加。像阮有辅导老师啦，或者是讲艺术的老师，因平时咧上课拢用台语啊。安尼对因来讲，无一定就一节课。除了台语社，光华国中休寒休热，甲下课了后，嘛有台语见习课，希望会当豆豆提升学生的台语能力。伫咧现有的环境之下，拢靠老师的热情来推广台语。不过，母语的学习毋是1、2节课的问题，要是爱有学习的动机甲环境，才会当有效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逐年教育部拢会举办台湾闽南语认证语言的考试，是讲民间嘛在考虑讲，目前大家拢讲这款语言叫做台湾话，到底教育部敢要继续用台湾闽南语这个名，还是讲归去照民间的主张，把这个名改做台语台湾话咧？一车啊海贝，是头毛喙笑白，老口角啊。听老师讲一句，对伊念一句，学台语的声调也练读台文字，当着袂晓的词类和俗语话，就用红笔甲画起来，再佮用英语伫边仔做笔记。今年2、5岁，美国加州人严天玲受朋友的鼓励，头摆考教育部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就挑战上困难的4级。迄个是讲讲实在是对我技术来困难，提供听讲人，我真希望去挑战，去做迄款我即马可能袂晓做的，毋过经过迄个经验了后，我都有更加这知识。毋但美国人来考，包括 YouTube 网络名人蔡阿嘉和伊的太太李贝，也有伫咧台湾生活14年，也主持台语节目的法国人吉雷米，今年也过来自我测试。去年我过去一开我较有把握，应该会过啦。因为我爱台湾，我是希望台湾的本土语言会当活落去啊。逐年教育部拢会举办闽南语语言能力认证考试，今年虽望撞着疫情，不过考生人数超过13000人，是开办这10年来上介侪人来考的一道。这道拢总有13866个，这么侪，这是有史以来上介侪一档。10几岁高中生来考4级的认证，迄4级是上关级的，A 级嘛有足少岁的囡仔，读幼稚园的囡仔都来考啊。台语老师讲，对考生的人数，也有真侪无共年岁人有来考，通看会出整个社会对学台语的风气有提高。不过，对教育部这项考试名称，什么时阵会当正名，老师也提出伊的看法。咱这个语言的名称吼，几若100年来吼，民间拢直接就改叫做台语台湾话。哦，像我囡仔时代就讲，讲台湾话，唱台语歌。咱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语言名称先定义。互咱这个话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这个这步做好了后，后壁的工课就拢继续对咧做，像讲教育部的词典，甲咱考试的名称，拢会当对咧改。加这项考试什么时阵会当有家己的名，就爱看所落来文化部开会结果如何，才通知影。记者阿敏珍、小桂林台北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透西南风，南部有阵雨，甚至是雷公雨。若中部和澎湖、金门会落着短暂的阵雨，东南部这边有的地头嘛，都要提防严重者会落着雷公雨。另外北部和东北部是山区，较有可能会变大雨。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2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3度。
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35度。金门、马祖、澎湖29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大家拢知影我的四界算嘛，真爱出国。咱今仔日要绍介就是去外国，早回转来国内卖走水。走水汉字写做走水，罗马字写做子澳走，子尾水。走甲水拢是第2条。台湾是海洋国家，四边拢是海。自古以来，国际贸易就一直真加野，加野就是生理真好的意思啦。走水甲走私拢是甲货为外国，再入来国内卖。不过两种方式无啥相同。走私是违法的，有时较大尾的。可能就会甲海产挂钩。若走水，就是过去有一寡人会靠因特殊的背景关系，去国外买物件转来卖，因为毋是透过正式的进口程序，通常量会较少，有时嘛会软法如芳，毋免扣税，计数加真俗。透过走水买回来的物件叫做水货，也是走货。靠走水赚钱的人叫做走水客，也是走水贩仔。来哦来哦，要买手机仔就来遮紧，遮的货绝对上头顶。姊啊，你唔通搁伫遐变，水敢唔知影要安怎敬心？这吼1000唔免。3条算你500条。过去国际上交通也无遐利便，想要用水货，拢着去港口附近的委托行。当穿的时，还未开门吼，外口就摆几排啊，生意是真好呢。不过，即马出国真方便。真侪人拢会家己走一抓，也是拜托拄好要出国的亲戚朋友，斗早物件转来，委托行就渐渐啊无人去交关啊。溜、走水、加野、走私、扣税、水货、走水客、委托行。那麻烦别人载物件转来，一两行啊细项的就好，才袂互亲戚朋友吼讲甲皮皮喘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收看，咱后摆再会。喂，乌生，你敢是明仔载要出国啊？嘿，我要吼，麻烦你甲我买吼，香水、胃药啊、保养品、牛奶粉，还有吹风机，嘿。还有电视机、冰箱。